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。亲爱的朋友，毋通相信逐个神，着测验这神是对上帝来，也毋是，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经出现伫即世间。恁通用安尼来认捌上帝的神，宣认耶稣基督真做人来世间，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。毋宣认耶稣遐个神毋是对上帝来的，这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。恁有听到伊特别来，现在已经伫世间。少年朋友，恁是属上帝，佮已经赢过假先知，因为踮伫恁内面的圣神，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强较大。假先知是属世间，讲世间事，所以世间人会听因。咱是属上帝，捌上帝人会听咱，无属上帝人毋听咱。对即个咱认捌真理的神，甲迷惑人的神，亲爱的朋友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，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，嘛捌上帝。无听的人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找伊独一的囝来到世间，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。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，毋是咱听上帝，是伊有听咱，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，这就是听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若遐尼听咱嘛着三听。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咱若三听，上帝就踮伫咱内面，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。上帝已经有将伊的圣神赐予咱，对即个咱知咱踮伫上帝内面，伊嘛伫咱内面。爸找伊的囝来做世间的救主，阮有看到，现在做见证。宣认耶稣是上帝囝的人，上帝踮伫伊内面，伊嘛伫上帝内面。所以咱知，佫信上帝有听咱，上帝是听，有伫实行听的人，踮伫上帝内面，上帝嘛踮伫伊内面。对安尼，听伫咱中间完全实现出来，互咱伫审判的日通勇敢毋免惊，因为咱伫即世间甲基督共款，有听就无惊吓，完全会听赶出惊吓，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，有惊吓的人听还无完全实现出来。咱着三听，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。老人讲，我听上帝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伊是白贼，因为无听有看到的兄弟也是姊妹，哪会听无看到的上帝？听上帝嘛着听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这是咱对基督领袖的诫命。